Hadi Mango yarışı ada neden yüzleşiyor?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2024年这个马厄夏季课程的第5堂课。首先，各个寺院的皈依处，也就是僧团当中的这个男女二众的僧众，还有海外的所有的法友，还有所有藏族的法友们，首先要问候大家。都可以听到吧？好的。所以我们课程中现在讲到了，就是原始佛教。尤其之前我们进入到原始佛教中，跟这个密教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这部分的内容。在原始佛教当中，跟密教相关的内容，或者说一些名词，有什么呢？譬如说，其中一个叫做护咒，它的或者叫做巴利达或者音译叫巴利达这样子。它也可以叫做阿特巴利达，就是叫自护咒。那这个咒这个叫护咒也叫做明护古代翻译叫明护，它指的是用于保护自己的一种咒语。所以这种意义上的这个咒语在原始佛教中是被认可的。就像我们在上一堂课中有提到，会认为说也有被否定的这种咒它指的是这种徒劳无益之名，或者说畜生咒。也指佛陀也禁止这种畜生咒。所以在前面我们就引到像比丘尼的一些戒律当中，就有明文的禁止这种徒劳无益之名也就是这种畜生咒。然后如果犯了的话呢，就是会有堕罪的。所以原始佛教当中，这一切有这种叫徒劳无益之名这种名咒，或者说这种畜生咒，它是被禁止的。虽然是禁止了这种畜生咒，但是呢，也承认说是有一些例外的。譬如说，在巴利的律藏里面，这是在当中的经分别的第12卷，有关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波伊提，也就是堕罪第49条中就有例外，就提到说学文字、学义持，或者为守护
这几种情况，学文字、学意持，或者为了守护而学这个咒文的话，那这是不犯的。或者这里还提到说叫痴狂者，或者说是最初之犯行者，这些情况等等以上的情况是不违背不犯的，就是说不违背这个堕罪的。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是为了学习这个文字，或者是帮助你能够背诵这是背记忆意持，或者为了守护而教授这个陀罗尼或护咒，这是被允许的。所以这里的达拉那就是叫做咒文，和我们在大乘经典或者尤其在密乘里面会提到一个词叫达拉尼，就是陀罗尼这两个词就是说这里用的达拉那这个咒文跟陀罗尼达拉尼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相同的。但是呢，在经文中这里有提到学文字的这个文字，它的用词是 leka， 那是不是和就是说后世有一个法门叫42字门，所以这个法门中也有出现这个字这样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它的梵文是 lipi akara， 所以总之就是刚刚这个律藏里面经分别出现的这个叫学文字的这个文字的字，和后面的42字门就后世出现的一个法门叫42字门的字，是不是有关联呢？目前是还不太清楚的。那这里这个所谓的42字门它也称为叫做悉檀42字，它主要是出自这一个《华严经》还有《般若经》这两部经典的这样一种法门。那这个法门呢，主要是利用梵文的这个42个字母来做这种修持。所以这就是一般说42字门，或者说悉檀42字，也就是用梵文的这42个字母做修持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讲回到这个护咒所以在巴利律中提到的这个护咒是可以的。同样呢，在这个汉传的四分律中也有这么一段的记载。那譬如说，如果你的肚子里面有这个虫的话，或者说肚子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念一种这种治疗这种肚子内的虫的这种咒，就是他是说诵治腹内虫病咒，或者说是这个素食不消咒，就说食物不消化也可以念这样的一种咒语。所以这是若诵治素食不消咒。还有就是说若学书或者若诵世俗降伏外道的咒，所以譬如说你要学习文字学习经典，或者说是降伏外道，这些咒语是可以的。还有若诵这个治毒咒消除毒的这种咒，以护身故无犯，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身体所以是不会犯堕罪的。那这是四分律是中文中有的，藏文并没有这个四分律同样在十诵律这也是中文的，
它也有这样一个记载。这里面是有提到叫做这个你牙齿痛的话，它有这叫治疗你的牙齿的咒语。所以说，若读诵治齿咒，还有就是肚子痛、腹痛的这个咒语，还有一个咒呢是治毒，就是消除这个毒，比如说蛇咬的蛇毒啊等等的咒语。所以总之这里说，若为守护安稳哦不犯，或者说若为守护安逸，然后不犯。所以你看到十诵律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开许的，一些例外，这种咒呢是可以念的。那接着我们再深入一点到巴利文中啊，就是南传的典籍当中的提到的这些护咒啊有哪一些？就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咒语有哪一些？首先我们会发现，在巴利佛教系统，就是南传的佛教系统当中哦，守护的自身的这种护咒是被高度重视的。像是其中有一部经叫做《弥兰陀王问经》，它是属于这是巴利三藏的经藏当中的小部。那这个弥兰陀王是来自这个希腊的这样的一个王哦，叫弥兰陀王。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几个这个咒语，提到几种这种护咒，譬如说一种叫做监督咒。监督咒是一种就是守护被蛇咬的一种咒语哦，护身的咒语。再来还有就是孔雀护咒，还有呢是叫做床顶护咒，这个床翻那个床啊，床翻顶的这种护咒，或者叫床翻咒。还有叫做阿扎囊之经的这种咒语，然后还有央觉摩罗经，这里面提到的这种咒，等等啊，总之有很多提到了很多种这种护咒。所以这个弥兰陀王经成立的时候，那这个王哦，大概是这个公元前的纪元前2世纪那个时候的一个希腊人，所以可以看到这部经啊，所以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前后的经典，所以那里面就有提到这么多的护咒。所以在这个弥兰陀王成立的时候，弥兰陀王经成立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护咒了。而现代的像锡兰，就斯里兰卡上座部，还有属于这个系统的像缅甸、泰国佛教，提到更多的这种护咒。那这些护咒到现在也经常会被这种诵读的，它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消灾，还有招福或者祈福。
那么现在呢，在南传佛教的这些地方哦，那么这类的经典大概就有29种。所以除了上述的这几种，就是从你说这个纪元前2世纪的弥兰陀王那个时候，一直到这个5世纪中叶，还加入了其他一些咒语，譬如说像有一个叫安全咒，还有一个叫止曼防护咒，止曼王啊，这个止曼防护咒等等。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分别的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几个护咒，它的内容还有来源。首先，我们第一个咒要看的是就是叫做监督咒。这个监督它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巴利的经典有3个部分嘛，就是一个是经分别，然后第二个是监督第3个是复随等等。所以这个大概是属于藏传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当中的根有律里面提到的内容。所以这是巴利律的第2个部分，就是叫监督部。所以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咒语所以叫监督咒。那所以主要在监督部这个典籍中有提到说，那他提到这种咒是一种对于蛇表示慈悲，然后保护自己不会被蛇所伤害的一种咒语。然后当时的会有这个咒语的一个公案故事，就是说，因为当时一位比丘他被这个毒蛇咬死了，所以当时佛陀讲法时就说，于4种蛇王族类以慈心遍满者，则无为蛇所咬而死。而且呢，也说了护念4种蛇王的这种祭文颂文。所以这种咒呢，就被称为叫做护咒，或者叫做自护咒，就刚刚谈到的。所以和这样的一个故事跟蛇类相关的，有提到这个蛇类相关这个咒语的经典有以下的几部经典在小乘、大乘里面都有。所以这是前面这里提到的监督咒，就是监督部，就是律藏的这个巴利律藏里面他就有提到，他这个监督部里面还有分为大部跟小部嘛，大品跟小品，所以它是这个小品中的这个内容。可以说这个故事的，可以说一个原始的形态就是出现在这里的。可以说最早可以说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就是这一部巴利律藏这个监督部里面的小品或小事里面。再来第2个呢是这个增支部经典当中里面也有提到，它叫做Ahina Sutra， 这是一个蛇经跟蛇有关的一部经典。
나서 다디 디 스트루저를 쳤어. 다디 간다 전에 찍디 아니 당부디 간다 덤규니 통만 주서로디 빨리 뉴에게 돼 대세 다디 풍부인 난기 다 대세 총어디不切所以首先呢，再讲一次哦，就是这个有关免于遭受蛇害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最早的典故哦，原始形态就出现在巴利律藏的这个小品。然后再来就是增支部经典里面的有一个蛇经哦，还有就是一样是巴利经藏里面的小部里面有这么一部，就是叫监督本身谈。然后再来一个是四分律的卷42，里面也有提到，但是这里面是提到是巴龙王蛇，所以巴利典籍中的4种蛇王族哦，就变成了这个巴龙王蛇。然后同时呢，四分律中还提到了，就是为了保护这8种龙王的这个颂文，就是为了护念他们，而且呢，称这个这个颂文有一个名称，就叫做自护慈念咒。另外是在《杂阿含经》的第9卷，也有这个颂文提到是为了避免被蛇咬的这个颂文，里面也提到了8大龙王。那这里提到了，就是《杂阿含经》里面提到被蛇咬的这个比丘叫做优波仙那。还有在《杂阿含经》当中在最后颂文，就是在这个祭文之后，还附加了一个陀罗尼，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它有这个密教的这种迹象在里面。那这个陀罗尼呢，它被称为叫做咒术章句。那《杂阿含经》这是只有中文哦，所以当时翻译的时候就称这个附加在后面的这个陀罗尼就称为叫做咒术章句。有点就是咒文咒字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经中就有提到，如果念诵这个咒术章句，就是念诵这个咒语的话，咒语咒文的话呢，这个蛇毒就不会伤害到身体。
其他相关的还有一些经典有提到，像五分律的第26卷，还有摩诃僧祇律的第20卷。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第6卷。那这是中文版哦，所以当时是由意境大师所翻译的。那么在藏文版的这个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它叫做律分别中哦，也有提到。当时有一位阿罗汉，就是优波仙那，他叫做小君哦，他被毒蛇咬伤后，这个佛陀帮助他而念诵这样一段消除毒蛇咒的咒语，消除这个蛇毒的一个咒语。所以这一段这个颂文或者说这个密咒禁咒哦，就是当时佛陀念诵出来的，能够帮助他消除这种毒素。那这段颂文呢，一般的其中一部分，通常也会在我们在进行这种超度时会念诵的。譬如说，里面有一段，这是中文佛经中有律典中有，就是贪欲嗔恚痴，为世间大毒，由佛真实语，诸毒自消亡。平常我们在念诵这个超度文的时候一直都会念到这个颂文。所以其实这一段话，它就是出自于这个中文的话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第6卷。那么同样，这一段话在这个藏文版就是律分别哦，藏文版称它为密咒，但汉文版呢是称叫做禁咒，也就是密咒的意思。同样还有一部经哦，是中文有的，叫做《佛说随永尊者经》。总之，这部经典中就提到这位尊者，就随永尊者，他被毒蛇咬伤之后，佛陀呢也宣说了这个消除毒素的这种偈颂，还有这个咒语真言。所以上面呢，这里就提到了很多经典当中有关这个蛇毒的这个咒语。那么接下来特别提到是在大乘还有密教的经典当中的一些有关就是避免毒蛇的这个咒语。那这种避免毒蛇的咒语在大乘菩萨中，它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这个经典叫做《孔雀王咒经》。后来呢，这样的传统也被密教采纳，就成为了就是不空三藏翻译的叫做《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这位不空三藏很出名，他出生在这个斯里兰卡，后来到了印度去。对不起，后来到了这个汉地去，中国去的。所以这位不空三藏，他翻译的叫做《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所以据说呢，这一类的经典啊，很早就有了。据说呢，在晋朝，当时的晋元帝是公元4世纪的时候，所以是317到322年这个时间的。总之，在晋元帝的那段时期呢，所以在这位公元4世纪的这位皇帝的时候，就有这个由当时的一位译师叫做这个博师黎密多罗，他所翻译的《大孔雀王神咒经》是有1卷，还有《孔雀王杂神咒经》1卷。所以说呢，这就说明了这个成立的时间哦是非常的早的。另外呢，还有在梁朝的这个僧伽婆罗，他还翻译了一部2卷的经典，叫做《孔雀王陀罗尼经》。所以现在在就是中文的大藏经当中，就是加上了不空三藏的译本哦，主要有6种这个孔雀王咒经。这里面也包含了意境的译本哦，所以总之是有6种，就是孔雀王咒经。那这些经典虽然题名是孔雀，但它的内容核心是讲什么呢？是讲说要有慈心哦，用这个慈心来念诵这种8大龙王，比如说他们的名号等等，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毒蛇咬伤。那像这部经的梵文本哦，也已经出版了。那这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题名叫孔雀哦，那最主要是因为孔雀跟蛇是有关联的。关联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说孔雀哦会捕食这个蛇，所以当时人们哦一般都会认为孔雀它具有这种能够征服毒蛇的这种神奇的力量。那么我们看到在汉译本当中有6部，可以说数量是很多的，有关这个孔雀王咒经这个译本是这么的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部经典在古代是很受到重视的。在藏地也是的，会说这个孔雀它是不受毒害的，也是这么说的。当然，这不100%是这样，这不是说它完全不受毒害这可能意味着是说，这个孔雀它能够抵抗某种程度的某一种量的，或者说某种类型的这种毒素，而不是说孔雀对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毒素或者很高剂量的这种毒素它都可以完全免疫，并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总之呢，我们知道孔雀是有这种力量可以降服毒蛇，对于毒蛇毒素是免疫的这种特殊的力量。总的来说呢，前面提到了有7部经典，从第1到第6项是小乘经典，到了第7项，它是属于大乘跟密乘的经典。那日本学者有一位叫做平川章教授，他认为他发现，就在经典当中有这么一个典故，就记载说，有一位比丘叫做吉祥，也有一个翻译叫吉祥童子，他就被蛇咬伤，所以当时经典中就佛陀接着教导这位吉祥童子，以慈心念8大龙王，则不为毒蛇所害。所以呢，他认为说就是像一部经，这前面有提到过，就是这个佛说随永尊者经的这个故事的原始形态，它应该是出自于第1项，就是律藏中的这个巴利律中的小品，就是监督部的小品或小事。同时呢，也是源自于第5项就是这个杂阿含经，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另外一位学者叫松长有庆他认为这前面我们提到的第7类的经典里面的内容，它跟第4到第6经典的关联性是比较弱的，就是包括像跟杂阿含经的关联性是比较弱的。相比之下，他认为关联性比较强的是，总之都是从第1项律藏的小品这个故事逐渐开展出来的。所以他认为松长有庆，总之他认为说，第7项就是大乘里面谈到这个孔雀王咒经或者佛母大孔雀王明王经等等这里面提到的内容跟前面我们说巴利藏或者说小乘的这些经典就是第4到第6项的关联性是比较弱的。他觉得反而都是跟第1个就是巴利律藏的小品从这个逐渐开展出来，同时也依据的是增支部经典里面的内容等等。还有这里提到孔雀经嘛，所以跟这个故事可以说有相同架构的和结构的一些内容，我们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要事当中也可以看到。那这个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要事，它的范文原点现在还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完整但这个原点是有的。还有在藏文的译本中
也是有这个钥匙，而是很完整的保存着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密教经典提到的孔雀咒，无论是这个在南传还是北传都有流传下来。所以南传还记得，就刚刚有提到，像巴利的律藏里面就有很多，关于这个守护蛇咒的这个内容。还有呢，在北传的这些典籍，像是这里提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很多的内容。总之呢，孔雀咒这部分的内容都有保存流传下来。这里我们提到了南传、北传，还有一般会说还再加一个叫藏传。所以说，不仅是南传、北传、藏传呢，也都流传传承下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呢，还有这个特别提到，还有叫做孔雀咒，所以刚刚谈到都是第一个叫监督咒，那第二个呢是孔雀咒，那是孔雀用来保护自己免受毒害的咒语。那这个故事在南传佛教中的上座部传的一个叫《孔雀本生经》，还有一部叫做《大孔雀本生经》，当中都有这个故事。还有在北传佛教中的，就只有汉译的一部经典叫《六度集经》，里面也有就是叫做《雀王经》也叫做《雀王本身》这样的一部典籍。再来第三个叫做床幡咒。那这个床幡咒是什么呢？它是当时在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就天人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它是通过这个看到帝释天的一个床幡，就是一种旗帜来摆脱恐惧的这样一个咒语。它主要这个故事出自这个南传佛教的相应部经典，在这部经典当中有一品叫做有记品。那这个故事在汉译的经典中有看到过吗？是有的。它可以在杂阿含经的第35卷，还有增一阿含经的第14卷。再来第4个咒语，再一个叫做阿扎囊支咒，它也叫做就是杨柳宫的咒语，就是这个多闻天王的那个宫殿的一个咒语，杨柳宫多闻天王的一个宫殿。所以这个咒呢叫做阿扎囊支咒，
就是杨柳公咒哦，他是毗沙门天王，这是多闻天王。为了让这个夜叉哦来做守护而说的一种咒语。它主要这个咒语是在长部的经典的第32品，有一个叫阿扎囊之经，这部经中哦就有讲到。那这个故事哦，就是阿扎囊之咒的这个咒语哦，它的故事是主要是依据的是长部的经典当中有一个叫大会经，所以它是用这个大会经这里的素材哦，而成立了，就是叫阿扎囊之经里面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这最早它是这个故事开始是在长部的大会经，然后慢慢才成为了这个长部经典里面的第32品的阿扎囊之经。在藏文的藏经里面也有这个典故，它也是有这部叫做《大会经》，它是也有被收录在这个般若杂类般若部杂类当中。那这个咒语哦，就是阿扎囊之咒，就是叫杨柳公咒哦。它进一步呢就被孔雀经继承，然后还有也被一个叫大集经的乐藏分哦所继承。就换句话说，在孔雀经啊、大集经、乐藏分里面哦，你都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咒语。那这里面就提到一部经叫《大集经》的乐藏分，这个跟我们祈愿法会的时候常常会念的乐藏经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啊，是一样的。它是在乐藏经哦，就是藏文乐藏经的第17章，叫做阎浮提周品。但是汉译本呢是有一个完整的经文的，但藏译本哦是没有这个完整经文的。所以总之呢，大集经的乐藏分呢，它可以说就是藏文版里面乐藏经的第17章，叫阎浮提周品的一部分的内容。在汉文版当中呢，它也有这个乐藏经哦，整部这部经，
然后所以它有完整的经文，但它也有特别把这第17章拉出来的，就是成为大集经中的乐藏分也是有，但是藏译本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在阿底峡尊者，就是丹珠尔当中大藏经，阿底峡的有一部叫经集哦，也引用了就是这一部乐藏经，一卷多一点的内容。所以我们平常呢念的这部有一个叫燃灯经啊，还有它的咒语，也是从这部经中，揭露出来的。同样，在藏文佛经中还有一部叫做《乐藏请问经》哦，大概是这样的内容的经典。布顿佛教史提到说，这部经呢共有2卷，但现在留存的其实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了。所以总之呢，在中文当中的这个乐藏经哦是最完整的汉译版。所以这个藏文版只是里面的一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这还要再进一步的去研究。同样呢，在宋代有一个叫法天，他翻译了一部密教经典，叫做《佛说毗沙门天王经》，也被学者们这个证实说这部经的内容毗沙门天王就是这个多闻天王，所以这部经典就是奠基于或者说依据于上面的这些经典而成立的。总而言之就是说在上座部的系统当中，就是用于护身的咒语都被称为叫巴ရိ达，但是其他部派是否也将这个护身的咒语叫做巴ရိ达，是目前是不太清楚的。但大概确定就是在密教里面，这个术语就是巴ရိ达，它是并没有被传承下来。但无论怎么样怎么说，为了护身而念诵咒语，这种叫自护咒或者护咒在原始佛教当中是被允许的。好的，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休息30分钟。好的，我们上一堂课当中，前面课程内容中提到说，这个护身的咒语，这为了护身而诵念的护咒叫做巴ရိ达，这应该是巴利不共的特殊的一个名称，巴利文当中特殊的一个名称。所以这是在巴利文的原始佛教的典籍当中特别用到的一个术语。同时在原始佛教中，这种诵念这样的护咒呢是被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半段课程中有谈到这个监督咒，这个在原始佛教的经典当中就特别受到重视，而且经中提到如果对这个蛇怀有这种真诚的一种慈心，而且不抱有敌意的话，那么蛇就不会随意的咬人。所以这种不要对蛇怀有这种敌意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怀有这样的一种慈心，没有敌意的这样的发心来念诵、持诵这样的护咒，那肯定是会有效果。所以总之，上面我们谈到的这些，以这样的发心来念诵的这种护咒，可以说就跟佛陀所制止的畜生咒、徒劳无名、无义之名是不同的。那另外，我想引用学者提到说的一个观点，就在原始佛教中，为什么护咒会被允许？还记得我们在前一堂课当中提到，佛陀有制止各种的这种名，甚至连医药啊，或者日常生活的算术啊，或者很多这些都被禁止。但是在原始佛教中，为什么护咒会特别被开许、准许？所以这里我们引用就是日本的学者叫做松长友庆，这位教授他有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护咒之所以就是被允许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沉香的一种差异性。因为在古代印度城乡之间，文化风俗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古印度它的城市，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呢，就比较不会受到传统的那种巫术的这种影响。那么，古印度的农村里面的话呢，它就还保留有这种传统的旧有的这种氏族的社会结构。因此可能在农村里面呢，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巫术是更为依赖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当时古印度的城乡是有这样的一种差异性存在。那第二个原因，这位学者认为，这跟佛教教团的发展是有关联性的。这个意思是说，就是随着佛教的扩张，慢慢的它从城市这个走到了农村中。就像刚刚说，在农村里面它保留这种旧有的氏族结构，还依赖巫术嘛，所以就开始呢将这个农村的氏族的制度也纳入这种它的影响范围。那么第三个原因是，就是态度呢，比较软化一些了，就不像最开始那么的强硬对于否定态度的强硬态度已经软化。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原始佛教一开始对于这种咒术、巫术是抱持着非常严格的一种否定态度，但是慢慢随着教团然后扩展到这些农村地区，所以这种很严格的否定咒术的这样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改变有开始出现就是软化，这是第三个原因。
那么第四个是对于咒语的态度也是有变化。那么这一点，他的意思是说，就原始佛教当中，你会看到，它还是继续仍然对于各种杂咒是禁止使用的。可能这些杂咒指的就是不符合佛教教义的那些咒语，但是，对咒语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就是意思是说，他开始默许那些可以自我保护的咒语，是可以使用这些护咒的。所以对咒语的态度改变了，一些可以还是禁止，但一些自我保护的咒语是开许的、默许的。再来第5点这位学者认为说护咒被允许他提到就是说，有点，他说在巴利语这种的佛典中出现的这个护卫咒，就是这种态度变化的一个具体例子。所以总之就出现了巴利语中特别出现的这样一个名词，就是护咒。它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体的例子说这种对于咒语的态度改变的一个例子。这位日本学者松长友庆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日本佛教学者，他本身也是一个僧人。所以从松长友庆上面的这个观点，我们看到说，看到了就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这种适应性是很强的。因为随着这个教团规模扩大，还有佛教的这种影响范围的一种扩展，佛教呢，它就不得不面对，还有必须要去适应不同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传统习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弘法的时候，也会看到在农村地区那边的传统巫术可能是更加普遍的。那么佛教采取了一种相对非常灵活的态度，是非常方便善巧的。就说在坚持自己核心的佛教教义的这个同时，也表现出对于某些形式的这种咒语有一定程度的容忍。所以可以看到佛教真的是一个具备善巧方便的这样的一种法教。所以在整个佛教的这种弘传还有演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谈到佛教它的这种灵活性但重点是
佛教知道如何在这种保持自身教义核心的同时，这是基础点，而且能够适应不同社会环境的需求。所以这也反映出一点，就是佛教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就你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些祖师们，他们在弘传佛教的时候，他们也是将现实情况是考量进去的。他们总是在思考，要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大众的这种认可，然后来发展佛教。所以过去祖师们是很殊胜、不可思议的。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一个主题，就是真实语。它叫做 Satya Vagna， 或者是 Sajakriya， 总之有不同的念法。所以总之这个真实语它的意思是，就是基于真实的一种誓言，然后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产生出不可思议的力量。那这不仅仅在佛教当中被使用，在婆罗门教派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概念，它被称为叫做真实言说。那么在巴利佛教中呢，它的用字叫做 Sajakriya， 它叫做真实的誓言，真实之誓。那接下来我想举一些经典中的例子，也就是南传佛教当中的文献。其中第一个是本生经。本生经中它就有500个章节，500个部分，其中的第444段44章当中就提到有一个被蛇咬的孩子，他被父母带到了一个苦行者那边，希望求得他的一个帮助。那这位苦行者呢，他就很如实的就说了自己一直到现在他所做的事情，或者说修行。说完之后呢，然后就说到说，依此真实得安稳。意思就是说，依据我刚刚所说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跟修行，如果这些说的都是真实的话，希望你能够得到安稳，这个孩子能够得到安稳。他这么一说完，孩子体内的这种毒素就排出来了，所以就得救了。这是南传的本生经当中第444段当中就有提到。那本生经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关于就是这个真实语的这个记载，还有就是央觉摩罗。那一样跟他有关的真实语的故事，同样的在中部的经典的第86经
它就叫做央觉摩罗经。这里呢，就记载说，这个央觉摩罗，他叫做直慢外道，他杀了很多人，所以他就把别人的这个被他杀的人的指头就把它切下来，然后一个一个串起来，所以叫做指蔓指头的这个像花蔓一样的串，戴在身上。所以央觉摩罗是这个音译所以它的意义就叫做指蔓指蔓外道，这是一个他看起来是个人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人，但可能真的就是这种罗刹一样，是很恐怖的。但最后呢，这位央觉摩罗他皈依了佛陀，成为佛弟子。不仅如此而且他很认真修行，最后还成为了阿罗汉。就以小乘来讲，这是最高的果位，最高的一种境界了，就是阿罗汉的果位。那么，所以在他得到了阿罗汉果位之后，有一次，他就到这个舍卫城。当时是舍卫城是印度的一座可以说大城市，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里面的一个大城。他就到这个城中去乞食，去化缘。那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位这个产妇，结果非常痛苦，因为她难产。他看到这个难产的一个妇人在那里受苦，那这时候他就对这位产妇，升起很大的一种悲心。但当下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就就是回到他的地方，他就跟佛陀说了这件事情。那这时候佛陀呢，他就教导这个央觉摩罗说，就是要他在这个产妇面前说这么一段话，说什么？说妇人，我得甚深以来，不知故意夺生类之命事，由此至言，汝得安，能得生产。就佛陀就告诉他说，你要跟那个妇人说，妇人我自从得到圣者的果位之后，我就没有犯这种杀生等等的事情。然后说由此至言，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至诚之言或者说就叫做真实语，汝得安，希望你能够得到安稳，那么就能得安产，你就能够很顺利的生产。他就要这段话，就是佛陀就要央觉摩罗去跟那个产妇说。结果呢，他这么照做之后就在妇人前说了这一句话之后呢，就透过这句话的真实的威力这个难产就化解了。就像刚刚说，央觉摩罗他杀了非常多人，然后就像刚刚说，将他们的手指这个制成项链一般就是像花蔓一样的戴在身上。所以它也被称为叫指蛮外道。总之是一个这种很恐怖、十恶不赦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恶人，他皈依佛陀之后，也成为了阿罗汉，然后就不再杀生。因为就像经文中说，他从来没有这种故意夺生类之命事，就是从来他没有杀生，甚至再小的虫子他也不这样去杀他们。总之，他就说了这一段话，因为他的这个真实语所以具有帮助难产妇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说明成为更多个难路了呀，他的给些点不写了是的，不然给些点不写了这里啊，这里啊，说明成为多个难路，开个给了定制。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央觉摩罗经哦，刚刚这个原文当中并没有称这段话叫真实语。但是呢，在前面提到的这个弥勒陀王哦问经里面有提到很多护咒嘛，像是一个列表一样的，其中呢就有这个央觉摩罗护咒，所以可以说这个央觉摩罗护咒，它在说的就是这一部这个央觉摩罗经。说明成为更多的送点，他特别吃香。你搞了的呀，好的。所以呢，这部经可以被视为是护咒的一种。那说，他的 internet 点远了，上面升个多。好的，这里网络有一点不好。过去有这种防护毒蛇的咒语，现在可能应该要有防护这个网络断线的这个咒语才行。总之，呢，就之前谈到说这个纪元前2世纪的一个弥兰陀王问经哦，就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这位希腊的皇帝哦，他所相关的一部经典，它里面就有一个护咒哦，这个护咒的列表，其中就有一个咒叫做央觉摩罗护咒。那这个央觉摩罗护咒，就是出自于弥兰陀王问经的。现在的学者认为哦，他们这个指的呢，就是这个央觉摩罗经，也就是刚刚谈到这是中部经典呢，巴利文的中部经典里面的第86经央觉摩罗经。所以呢，这部经它就被视为是护咒的一种。所以从形式上来看哦，它和前面提到的本身经中讲到的真实语哦是一样的，因为都使用了一个词叫做 "dena sajena" 这个词。所以呢，它也可以被当作叫真实语的一个例子。所以呢，依照这样来看啊，在巴利的经典当中，这种真实的话就被称为叫真实语。但是呢，
在这个别译杂阿含经啊，它的卷1，还有这个杂阿含经的卷第38等等这些经典当中对于这一点呢，就是写的并不是很明确。总之，在杂阿含经还有别译杂阿含经当中有讲说到这个央觉摩罗皈依佛陀的内容，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悟道后对难产妇女说真实语的事情。还有像在增一阿含经的第31卷，也有央觉摩罗的这个内容经典。所以汉传的像杂阿含经、别译杂阿含经中是没有提到，但是在增一阿含经，就像是这个巴利的中部经典的第86经央觉摩罗经一样，在增一阿含经的第31卷也有提到央觉摩罗，其中也有讲到难产妇女这个事情。这里的央觉摩罗他就说的这个愿望是：我从贤圣生以来，更不杀生，持此至诚之言，使胎得解脱。就是依靠这样的一个至诚之言帮助这个胎儿能够顺利的生产。所以这里呢也很清楚说，这是一种真实的语言，但它你可以看到中文用词叫至诚之言，所以它没有直接称它这个叫做真实语。另外还有另外翻译的，像央觉摩经还有佛说央觉摩经，也有类似的故事。所以像这个其他翻译版本的这个一部叫央觉摩经，它称这一段话叫做，或者这一段话里面叫做至诚不为妄语。然后同样在佛说央觉摩经这里面用的词叫至诚语，就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叫至诚之言是一样。总之呢，虽然你可以看到用词不同但是这些经典都承认真实语的力量。那么，所以刚刚讲了真实语在南传佛教中有用到的经典，一个本生经，还有央觉摩罗经。那第三个要说的就是叫大士它是梵文叫 Mahavastu。那这个巴利的这样一个文献当中呢，也使用了真实语。那在这里面就记载了有一个故事，它叫做紧那罗王的一个本身。所以这个本身故事中就提到这位王他叫做大树紧那罗王，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女儿也是透过了这个真实语的力量。然后总之里面就提到因为这样的力量而被这个猎人捕获的一些经验。另外呢，还有在一部叫《闪摩迦本身》，也叫做苏耶摩迦也叫闪摩迦、苏耶摩迦的这个本身中，也提到这个闪摩迦他被这个毒箭射中之后，他的父亲也透过这个真实语，然后消除了这种毒性，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所以在大士中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真实语的例子所以可以说在大众部的系统中也是使用了真实语所以大士这部典籍应该是属于大众部。
所以这是真实语在南传佛教的3部文献中用到真实语的一些介绍。接着是大乘佛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实语它也传到了大乘佛教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传递过去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大乘的经典就是《八千颂般若经》，它在后面最后就有一品叫做长提菩萨品。当时故事中就讲长提菩萨，他为了寻求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大法，他就到一个菩萨叫法上菩萨那里。那他为了要求法嘛，所以他又要有求法的这种供养或者说礼物。他当时呢，他就想说要做什么供养，他就打算说卖掉自己的身体来做供养，他就要献上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时候帝释天知道，他就为了试探长提菩萨的心意是不是真诚的，他就变化成为一个少年的样子，就站在长提菩萨面前说：请你给我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还有你的骨髓。所以这位帝释天化身的少年他就跟这个长提菩萨索取长提菩萨他的心脏、他的血液，还有这个骨髓。所以这个少年呢，这样跟他说的时候，长提菩萨听完，他就拿起一个很这个利的一把刀，他就刺破了自己的手背，让血流出来，而且他还割开自己的大腿，然后取他的肉，然后呢还准备着要砍自己的骨头来取这个骨髓。这时候这位帝释天他就知道了长提菩萨的决心是真诚的，是非常坚定的，所以他就放弃了他少年的这个形象，总之他又变回他了这个天人的一个形象，然后就跟长提菩萨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时候长提菩萨呢，他身上都被自己割伤了嘛，手背也破了，然后这是很痛苦嘛，然后肉也被切开了等等，所以当时长提菩萨经典中记载，他呢为了恢复自己这个被切割的身体，他就使用了这个真实语。他的真实语是怎么说的呢？这是经典原文里面他说：“我依如来而得受记于无上正等觉，不退转。”然后接着他说：“依此真理，以此真实语，令身恢复如故。”所以当他这样说完了这一段真实语之后，他的身体就恢复原样了。这也被称为叫做真实语的一种加持。所以这个真实语的加持就是这个叫做 Satyadhisthana 这样子。
所以这个真实语哦，我们刚刚说引用的是八千颂般若经里面的译的内容。那这个译本哦，在汉译是有几部的，就是同本的译译哦。其中最早的一部是叫《道行般若经》，那它是由这个后汉的支娄迦謇哦、支娄迦谶哦，他所翻译的般若道行般若经。另外呢，还有这个小品般若经，它是由后秦的鸠摩罗什哦等人翻译的。所以这两部呢，算是就是八千颂般若经当中比较早的几个译本。但总之，在这两部翻译当中，就道行般若经跟小品般若经当中是没有提到这个真实语的。所以除了在梵文本的八千颂般若经，还有在藏译本，还有汉译本的这个汉译本叫做《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有24卷哦。那这也是这个八千颂般若经的一个同本译译哦。它这是有24卷，所以总之在这个译本中，就是它是有提到实语力这样的一个译语的，这样的一个用词的。另外呢，在同样八千颂般若经中，也有提到真实语的加持的。这里的加持这个词，你可以看到有用到加持这个词，叫做 adhisthana， 这在密教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呢，总之呢，这个咒语哦，那无论是叫护咒，还是叫做明咒哦，这两种咒语呢，都被认为是这种具有影响他人力量的这样一种咒语。但是真实语的话，被认为是具有更直接的一种语言的这种威力。就换句话说，这学者认为说，这个真实语哦，它似乎是比护咒啊，或者说明咒还具有更直接的影响他人的利益他人的力量。好，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这2天所谈到的，就是原始佛教当中跟密教相关的内容的一个总结。所以就像课程中我们提到哦，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虽然在原始佛教当中，也就是无论是叫护咒也好，明咒也好，就算在原始佛教当中，你可以看到，也不是完全被否定的，而是在某些方面是被开许的、被认可的。就是说，有些咒语呢是可以念诵、可以这个修持的。那么，特别是用于这个自身保护的这种护咒，
还有真实语哦。总之呢，这些你可以看到，在无论是南传或者是这个大乘当中，都是被认可的，是被开许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承认，就说明咒哦，跟佛教的觉悟哦，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某一种联系的。这里我们提到的明咒、护咒和真实语，从我们身口意的三密哦来说，它是属于口密。它有一种隐藏的一种力量哦，就是一种口密哦，语言上的一种力量，隐藏的力量。所以除此之外，我们也在阿含经中看到一些这些秘密思想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生活和我们现代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想象古人的那种神秘世界的这种情况，或者以现代来说吧，我们有这种网络，或者说可以看有电影啊，很多这种，就这些东西对于古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同样的，这是一个比喻，是古人的生活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那样的一个神秘世界，也可能对我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虽然说现在物质科技更为进步，然后各些工具更发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那种内心的一种，要怎么形容？这个有一个英文，总之他的内心的那种力量，却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不用说在古代了，几千年前的古代，就像我们小时候的很多当时的人们吧，那些长辈也好，或者像我们小时候吧，就是也没有网络。那尤其像我从小生活的那样一个牧区哦，更是没有这些现代的东西。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牧区里面的人那样的生活，或者说那样的一种内心丰富的，或者一种神秘世界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呢，简单来说，就是原始佛教那个时代，人们呢似乎是可以跟这些神灵是可以交流的，那这是他们的世界，就是他们的所谓对我们来讲好像一个神秘的世界，但对他们来讲，那时候他们很自然可以跟神灵交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阿含经中就经常出现有梵天啊、地势天的这些天神，还有阿含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密教中的重要的菩萨，叫做持金刚。这叫持金刚神。这在南传的长部经哦，里面有个叫阿摩咒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
这是阿摩咒经。那里面就提到说，这位阿摩咒他是一个婆罗门的一个年轻人。当时，总之，佛陀呢就问了这个阿摩咒3次。总之，他就问了他3次。但你可以说是不知道是他这个心很散乱呢，还是怎么样呢？他总之呢，他都没有回答。所以这时候，这时佛陀就看到了这个手执金刚杵的这个一位夜叉叫密基利士，他有点像是佛陀身边的保镖一样吧。所以这个保镖就生气了，因为佛陀问他3次，他都不回答嘛，所以他就拿着一个，在经典中就形容说一个手执金刚杵，巨铁炽热，光明赫灼，然后拿到了这个阿摩咒的头上，然后而且在虚空中站立着。所以佛陀看到了，阿摩咒也看到了，他就仰头就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夜叉手拿着这个金刚杵发热的，然后又是放光的一个在他头上。然后就有点像在跟他说，刚刚佛陀不是问你3次，你到底回不回答？然后意思是说，如果你再不回答的话，我就要把你的头呢，就要来敲你的头，让你头裂7分。所以当时这个阿摩咒他看到就吓死了，所以身毛直竖。所以他就赶快就跑到佛前去这个请求，就是说救命啊，然后也跟佛陀说，请您再说一次您刚刚问了什么问题？所以佛陀身边的保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长部经典《阿摩咒经》中是这样讲，但这部经典中只提到说他是一个夜叉，或者你说在《长阿含经》当中也可以看到，他称他叫密基利士总之是一个夜叉。但是呢，在大乘里面的时候，这个持金刚呢，他是一个菩萨了。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到，在南传的典籍当中也有这个持金刚的这个说法。同样呢，在轻辩论师的这个思则言论也提到，就是有关观音菩萨的内容是出现在这个大众部雪山派的经典当中。所以这里面就引用了这样一个经文，四则言论的经文。这里就提到说，菩萨的深密、语密、意密是声闻和缘觉的智慧没有办法理解的。还有这个也不会了解菩萨500的身世，
还有提到说，观世音菩萨的不可思议的殊胜行哦，是声闻和独觉都不具备的。还有提到说，仅仅是持诵观音菩萨的这个名号哦，或者是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所有众生就能够远离一切的恐惧。他是对谁说呢？是对阿难陀，就阿难尊者说的。然后说的人是佛陀。所以佛陀说完这些话后，这阿难又说了一个偈文，他就说，意思就是说，世尊是一位大勇者，是一位萨埵，无所畏惧，充满慈悲。然后观音自在王，然后我向您顶礼，有这样大概一个内容。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大乘，尤其是密乘，很多这些见解的这个雏形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其实这些原始佛教的很多经典当中都可以看到。所以以上的很多内容是学者已经得出的一些结论，那相信还有很多部分是学者没有发现的，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好，今天就讲到这里。